花莲吉安乡本社场昨中昼大火，今仔早起火势才受到控制哦，烧到12点钟，嘛造成花莲北区空气污染的指数超标。这嘛是半个月来花莲第2届发生本社场火烧咯，互民众是真怨叹。 这是在中昼吉安乡本社场火灾发生的时阵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随有水线灌救。当时火氛对南方吹起10方向，到暗时火还未拍花，暗过方向是该吹北平。花莲市吉安乡民拢会当闻到警察片的塑胶味。那因为平常都是资源回收站置，所以大概夹带一些 可回收的物品，目前还有2处温度比较高的部分，那我们也持续请怪手开挖，然后并持续的洒水降温。因为2礼拜前花莲市的本社场嘛捌发生火灾，拢互人认定是高温还是臭气造成家己烧起来，这也凸显本社场蹲坑的方式是不是正确，也甲气化量敢会伤过万这个问题。垃圾超量堆置，然后没有适当的管理的状况下，沼气产生这个燃烧，其实是 必然的了。我们的花莲县政府应该要去思考，好，我们的垃圾去化量不足的问题，怎么去彻底的解决？ 环保局讲，花莲北区的粪扫已经囤差不多8万外吨，还未送去台年气化炉烧进前，大家拢是囤伫高乡镇公所的粪扫场。不过台年大家刚来当处理200吨，气化速度要安怎变紧，甲粪扫蹲坑的方式拢爱检讨。最近呢，我们也跟台东那边做了一个协调，陆续协助我们花莲来去化一个垃圾。我们还是会再提醒各公所沼气的问题。那这边我们就还是请他们还是要做日常的管理跟监测。 那是空气污染，根据环保局的资料，火灾发生的时阵，伫火场4周围的空气有分达到每立方公尺有200微克，目前已经降到安全值。不过因为火还未完全拍花，提醒附近的居民，水暗挂好，窗仔门爱关起来。记者采访报道。